澳門理工大學以堅定步伐邁向國際化發展。語言學、計算機科學與信息系統首次登上 QS 世界大學學科排名。澳理大國際聲譽不斷提升，憑住多範疇綜合實力，澳理大將國際視野、跨文化思維同全球資源融入辦學理念，透過跨學科創新模式，結合教學科研、社會服務同人才培養，令辦學特色喺國際舞台上發揮獨特價值。以人工智能為主軸，推動多個學科深度融合，打造創新教育模式，結出累累科研成果。隨住新教研大樓正式啟用，更加豐富嘅教研資源，更加優越嘅學術環境，為校園帶來勃勃生機。融入國家發展大局，澳理大積極參與澳琴國際教育大學城建設，全力打造無邊界、跨地域全球校園，推動知識創新同技術突破，立足澳琴，聯通世界，綻放無限可能。